高雄中正基纪馆去年重新整修，即马正做零加运动中心，今仔日正式启用。新的运动中心唔但提供民众有一个属地运动场所以外，也有高雄头一个无障碍体适能教室，新长者会当免费使用。做推胸的，就是胸大肌的练习。坐轮椅的民众免换位，就会当训练身躯甲手骨。这就是高雄头一个无障碍体适能教室。 有器材，嘛有教练甲课程，已经有真侪新种民众来参加，而且课程拢是免费的。我们轮椅直接推进去就可以使用，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大的进步。不然早期我们根本不敢来这个地方。除了很新颖以外，非常友善，不管是在厕所或者是在运动的场域。 其实这原底是中正基纪馆，有37年历史，原底已经无啥人使用。经过整修，即马加做零加运动中心，唔但有篮球场、羽球场，佮有全新的健身房，现场有教练，特别有老大人优惠，新旧人士是免费使用。让身障者他们来这边学习到怎么去操作这些体适能的相关的这个设备。那这样的话，学会了，他们就可以到一般的运动中心。那高雄未来的运动中心，每一个都欢迎他们去使用。 这几档运动健身真实行，高雄打算要成立13间运动中心，除了利用运动场好好改建，其中5个今年要升起。基纪馆正做运动中心，对面的中正运动场嘛要改造，正做高架公园，两边串联做新的运动园区。记者邓亚云、赖维做高雄报道。